总是断货了。Hello，你好，我的老婆。你好，我的老婆。在哪里？最近？最近在成都。真的？最近不在成都，对，在拉萨，然后现在下来了。现在在哪里？现在甘孜。去甘蔗干嘛？这边有点事情。听说扎巴老婆你们两个是干肉是吗？真的？你觉得是吗？我觉得不知道，所以问你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？你告诉我，你不用。如果粉丝们觉得是不是可以问的话，就是看有没有，但是你觉得是不是嘛？你说一下。我觉得应该不是吧？你那么爱我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如果你没有爱过我的话，那是扎巴诺布你们两个是干肉是正常，真的，说实话啊。这扎巴诺布也的话，也是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如果你们俩有感情吗？肯定有嘛，我们两个关系。那他发朋友圈，你为什么不点赞？我们两个关系好得很。我没看到，真的，我在睡着了。然后就你们两个的那个真正是干肉的话，我就继续加油，不打扰你们两个，真的。你就连过来说那个事情嘛，直播间对，我一开播，所有的都在说你跟扎巴老有什么关系？你跟对，专门问这个事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也今天晚上有点忙，但是我的心里面舍不得我们两个的感情，所以就问这个事情。但我直播间不想说。你到底不爱我吗？什么爱呀？真的，说实话。最近跟扎巴的老婆一起出了一个新歌啊，准备出了一个新歌，好像了不起的样子。这样的话不好吧？不是了不起啊！我没有说我跟扎巴出了新歌了不起，我跟大明星出个新歌也是我想出的话，也是咱家姑娘，你知道不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种。对，也是个咱家姑娘。咱家姑娘就是永远是咱家姑娘，港吃八的就是永远是港吃八的。我们两个的感情永远变不了这的感情，知道不？那你最近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管什么意思？最近太忙了嘛，所以我前几天在拉萨一直在那个准备新歌呀什么，然后拍摄呀。今天一不说二不说，直接说，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可以。我们两个可不可以干肉？真的，一句话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都拉黑，互相拉黑。直播间里不这样说吗？因为他们会跟我说那个带节奏什么，我是渣女。什么带节奏？怎么不知道？刚刚又在直播间里说什么以前喜欢。那你到底喜欢扎巴萝卜吗？到底喜欢港吃八点？说，真的直接说出来。我两个都不喜欢。啊？我为什么必须喜欢你们两个呀？我身边帅哥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去年的话，我在预售的时候，我问你过，我特别喜欢港吃八点的性格，而且港吃八点的这个态度，而且港吃八点的男人的味道，我特别喜欢。你说过没有？对。今年一点过去了是吧？今年你变了呀！你不知道上次我一直连你的时候，你拒绝的人是谁吗？没有拒绝。上次我跟扎巴老不是认识已经很久了，但是我跟扎巴没有。我们两个认识的话，我们两个认识的早呀。没有见面的时候，我一直连你的时候，你把我一直不是取关哦，拒绝，一直不连我。那时候我人气也是有点低了，我那时候真的，而且那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，我一直连你，你一直把我拒绝。对不对？那时候肯定我没有时间呀，你为什么不理解我？然后后面我一直不直播，我粉丝掉了3000多、4000多。我也是呀。我跟扎巴老不一起唱歌了呀，什么那种。我也是呀。那最近扎巴老不你们两个这样一起去来去回来回去的话，我有点吃醋呀。但我们两个一起去一下有什么嘛？肯定有嘛，他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一起去的话，那就完蛋了吧？我俩是闺蜜。OK。他到底信不信我？
不是，我是扎巴萝卜的闺蜜，她是我的闺蜜。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，反而是不知道。你们两个做了吗？唉，真的呀，直播间200多个人，你们信不信呀？相信的给我扣个相信嘛。我跟扎巴是我不闺蜜相信。我不相信。今天最近你们两个好奇怪的一个感觉有，反是有。不用说假话死，我相信是不信这样死，相信是相信不是相信。老在一起死什么？直播间的所有人都在给我带节奏，什么扎巴是看住的，什么什么扎巴了不喜欢的人。肯定吗？这个社会上我不能说是他的还是我的。今天是我的男朋友的话，明天不知道是谁的男朋友，所以我爱扎板萝卜是吧？我没有说我爱扎巴萝卜啊，真的。那爱耿直吧的吗？说实话，扎巴是你的死，这说的很对。不知道最近的女人那些说什么乱七八糟。哎呀，我们俩打个 PK 嘛。陈凡说。你说我输了干嘛？你输了直接给扎巴萝卜打电话。你输了，你跟扎巴萝卜打个电话。真的。扎巴电话号码在我这个手机里啊，怎么办？对，我今天晚上只有一个手机，不方便打电话，其他惩罚都可以做，跳舞、唱歌、道理都可以。那你明天出视频？也可以。发誓出视频，你不能玩不起啊。好的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出视频，然后把我艾特，还有扎巴萝卜艾特，知道吗？可以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直接现在线上打个电话，扎巴萝卜。扎巴萝卜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一起不能去，如果去的话，港吃八点一直吃醋我。港吃八点我们两个的感情本来就是很好，这样的话我们两个的感情特别会伤心。不好意思，扎巴萝卜，从今天开始我拒绝你，就这样说一下 ，OK？ 对不对，兄弟们？那我们俩就没有破坏，就不做惩罚哦。先说好，就打3局连胜。3局连胜，哎，肯定嘛，这么大的惩罚。好，来发誓，你要出视频，你明天出视频的时候把我艾特，扎巴萝卜艾特，可以出。然后你说我喜欢咱家姑娘，从今天开始咱家姑娘什么，我的，你就是。可以，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就让他说什么。我等一下。兄弟们，那上来。一人一个小星星，现在是翻倍，现在是翻倍，兄弟们，150多个人，现在是翻倍，给他现在打个电话，兄弟们，日期就保时捷有的话，现在上，兄弟们，现在是翻倍，感谢我们的，欢迎我们的快乐的女人，感谢我的扎巴哥，感谢我们的勇战哥，感谢所有的兄弟们，现在是翻倍，兄弟们一起加油！家人们，谢谢点关注。太阳哥，欢迎太阳哥。加油一把，兄弟们，加油一把！这把我就让他最近扎巴萝卜他们两个拽得很，发射我的面前，拽得很，我就给他拿捏的是今天晚上让他打个电话。感谢我的扎巴马罗，谢谢扎巴送来的，谢谢扎巴送来的墨镜，谢谢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一把，拿捏的是拿一下。那咱们家一起支持一下，拜托了，家人们，千万不要犯他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犯他，真的，这把千万不要犯他，兄弟们一起加油！打的是3局连胜。第一把一定要让我赢一下，兄弟们。第一把赢了的话，第2把我们有机会，兄弟们。第一把这个是最大的关键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港吃八点的老粉丝也好，新粉丝也好，一定要加油！感谢我的榜一扎巴，谢谢你；32级的扎巴哥，谢谢你。其他兄弟姐妹们，直播间里面有120多个人，此时此刻的加油！现在7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。现在7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7个人的小心心。对，兄弟们，就这样，5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5个人的小心心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就这样，兄弟们，最后2个人的小心心，不同的，每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，拿个加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加成够了，兄弟们，加成够了，一定要拿下来，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输，真的，千万不要输，我就是让他扎巴萝卜，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发誓，兄弟们一起加油一把，千万不要输啊！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、帅哥们，你们一起中这一把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输，这次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！最后50秒的时间，下面这，谢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，榜1、榜2、榜3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
这个加成来的时候，兄弟们，日期就保时捷、墨镜、私人飞机，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，兄弟们一起中出一把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输啊！发誓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。最后20秒的时间，兄弟们，最后20秒的时间，最后20秒的时间，兄弟们，最后20秒的时间，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，这次千万不要输，真的。他们加成拿到了没有？我也不关注哦。他们加成拿到了没有？欢迎找吧。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千万不要靠我们的榜一。现在上，兄弟们，现在上！保时捷这9墨迹，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兄弟们，现在上！现在所有的大哥大姐哥们，你们一起中出一把，兄弟们，现在是双倍，现在是双倍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，能不能中出一下？能不能中出一下？感谢大叔哥送来的这个人气票，大叔哥今天晚上破费了，真的。现在有没有保时捷这9兄弟们？加油一个保时捷，兄弟们，加油一个保时捷，加油一个保时捷，或者是日79，兄弟们，加油一个日79保时捷墨镜，兄弟们，现在是双倍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对面绝对会偷他的，发誓，打的是3局连，这个是第一把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第一把，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第一把，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姐妹们，这个是第一把，对面跟上来了，兄弟们加油一点，能不能加油一点，兄弟们，能不能加油一点？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输，这次让我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加油！打的是3局连胜，兄弟们加油，真的，打的是3局连胜，兄弟们，第一把那个赢了的话，在我们压力小的很，发誓，这个第一把赢了的话，压力小的很，兄弟们加油一把！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保时捷这9墨迹，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去上什么，兄弟们，现在有什么去上什么，兄弟们，现在上一下，再不上的话，发誓时间不够，兄弟们，能不能中出去？能不能一起团结一下，兄弟们？能不能一起团结一下，兄弟们？团结就是力量的，真的。榜1、榜2、榜3，所有的兄弟们，直播间里面有12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这么多人，真的。最后能不能投他一下？最后能不能收他，兄弟们？最后能不能收他，兄弟们？最后能不能收他，兄弟们？最后能不能收他？真的谢谢你们。什么？那个想吧说什么？最后收给他，兄弟们，最后收给他。你不想给的话，不想给，其他的想给的有，你不想给的话 ，OK， 其他想给的有 ，OK， 发誓可以了，兄弟们赢了，发誓赢了，第一把赢了，兄弟们。好，第一把我赢了，咱家姑娘。打10天3门口。第一把我赢了，那就第二把我们两个不用打，直接你给他打个电话。不要打呀，凭什么呀？真的是你自信那么大呀？真的。谁知道谁赢呀？打呀！我输了也没事，我要打，真的打。如果这次我们两个谁单播的话，比如说我有500个票，你有400个票，就这个上面加上重新加起来打啊。单播哎啊。单播的话，就现在的票有多少就算多少，明白了吗？兄弟们，现在是翻倍1.5倍的加成。这把赢了的话，直接赢了，兄弟们。这把赢了的话，我们直接赢了，兄弟们。这把我们赢了的话，直接赢了。直播间里面有130多个人，此时此刻的兄弟们，保时捷这9墨迹有的话，现在上一下，兄弟们，现在上一下，谢谢你们。这把赢了的话，直接做个惩罚发誓。等那个翻倍的时间那个过了。把这个门关一下，谢谢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输，兄弟们，这把赢了一次的话，那就可以了，发誓可以，能不能团结一下，兄弟们？这把能不能团结一次？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，一起加油，千万不要输，真的。没有关注的主播点点关注一下，感谢我的没到的关注。我们的加成马上来了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准备一下，一人一根小星星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星星，是一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100多个人，每一个小星星在这加油，兄弟们，对，就这样，兄弟们，发誓就这样，效果就是这样，兄弟们，效果就是这样。最后6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，不同的，最后4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，最后3个人的小星星。最后3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，最后2个人的小星星 ，OK。他掉了吗，兄弟们？没有掉。35级的137路，感谢你啊，大哥，真的非常的感谢啊。
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一把，这把一起加油一把，兄弟们。我们这次赢了的话，直接赢了，兄弟们。第3把不用打，真的打的是3局连胜。欢迎相信自己，大哥，欢迎。这把保时捷日期就墨迹有的话，兄弟们直接打一下，那个加长来的时候，最大的关键，兄弟们，最大的关键。这次赢了的话，直接赢了，发誓赢了，一起加油一把，兄弟们。感谢钉子大娃，谢谢钉子大娃送来的这个小星星，谢谢钉子大娃，感谢康巴哥，感谢钉子，感谢欢迎我的藏红花哥，好久没有来我的直播间，大哥，今天晚上关键的时候能不能来一个热气球，大哥，真的破费了，藏红花大哥给我很多个支持过，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哥。今天晚上收个他，兄弟们，现在开炮，兄弟们，现在开炮！日期就保时捷、墨迹，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兄弟们，现在就是兄弟们，就现在上！哇塞，这个是什么礼物？发誓！感谢我的相信自己大哥送来的墨镜，感谢我的康巴哥送来的这么大的一个29G 的康巴哥，谢谢29G 的康巴哥送来了什么礼物？那个有点好看，发誓！感谢大哥送来了这么大的礼物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其他兄弟姐妹们，现在是翻倍，兄弟们1.5倍的加成，日期就保时捷有的话，兄弟们加油一把！谢谢你们，真的。这把赢了的话，我赢了，发誓赢了，打的是3局连胜。第1把我们赢了，兄弟们，这次我们赢了的话，直接赢了，兄弟们，往前加油一点，兄弟们，对面绝对会偷他，发誓，对面绝对会偷他，兄弟们。一起加油一把！感谢我的灯子大娃，谢谢！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一把！兄弟们，这把一起加油一把！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没有点关注的直播点关注下，然后我的榜1、榜2、榜3点关注下，最后榜1、榜2、榜3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破费你们了，最后能不能博一点？不然的话，对面来了一个保时捷的话，我输了，真的输了。对面来了一个保时捷的话，我直接输了。最后能不能博一点，大哥们？榜上的大哥大姐们，最后能不能博一点？榜上的大哥大姐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140多个人，兄弟们一起加油！最后能不能博一点？对面绝对会偷他，兄弟们。对面来了一个保时捷的，我输了，发誓输了。我希望对面没有保时捷，日期就来了的话，看嘛没有日期就来了的话，我不怕，发誓不怕。拿下来，赢了，兄弟们，发誓赢了。一个的老粉丝，康巴哥点关注，相信自己点关注，永扎哥、永红哥点关注，兄弟们，榜1、榜2、榜3点关注，刚直播的没有关注的，我把个咱妈妈都能走在点关注做一步，兄弟们，这里欢迎巴苏一哥点关注呀，给他打。我看一下他在直播的话，肯定不会接电话。他有2个手机，不是他那个直播的那个手机号在我这边。他们2个的关系好得很，兄弟们，发誓今天晚上热追一下，发誓。我知道最近他们2个的关系好得很，所以我就给他们2个的中间好好热追一下。打！我去楼上接个电话啊！拿电话机，我去接一下手机。我妹妹楼上在睡觉，我们要另一个手机啊！快点去，发誓去，直接打。今天晚上扎巴萝卜和咱家姑娘他们2个睡不着的那种一个梦想啊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可以惩罚换一个吗？谢谢巴总，不行，发誓不行。最近你们2个都拽得很，我一定要吵闹的。公主，不能换。我们的榜上的大哥大姐们，刷了那么多礼物，再不做惩罚的话不行，真的。我打个电话做个惩罚，可以接个电话吗？可以。等一下，发个号码哦。啊？我发个号码。快点。你就这样等吗？好的。我明天帮你见，你先过去睡觉好不好？明天我帮你见，把这个门关一下。
谢谢榜上的大哥大姐们，点点关注下我的榜一榜二，点点关注下兄弟们，榜上点点关注下。港直8点没有关注的关注做一波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，那当然接着看。没有正常直播，真的没有正常直播。港直8点点点关注下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真的。上去上来，我手机没电。欢迎西藏江的，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下呀，在的。不要说话。狠一点说，狠一点，发誓说。别说话。好像不接。要接要接。喂，在干嘛？在待着，你没直播吗？没有直播。嗯。认出我了吗？张家姑娘。这是我妹妹的电话。哦，你今晚不直播？不直播。好啊好啊。好的。宝贝。我不知道了。他就是。发誓不行啊！什么意思，贝贝？说。我就说了嘛，兄弟们，我就说了嘛，他们两个绝对有妹妹，发誓有。不是，广州吧，他旁边人多得很家。没事，你做惩罚呀，我们两个已经惩罚戒了呀，你挖不起吗？我说什么？你挖得起不？我挖得起呀。说呀，给他打个电话，发誓说。我说什么？你在干嘛，贝贝？什么意思？发誓说，你就给他说一下。哎，扎巴萝卜，从今天开始你不用追我，我也不喜欢你。我心里面有港直8点，我们两个不认识之前，港直8点我们两个的感情很好，就这样说，就这么简单。不是，我跟扎巴萝卜没什么关系，我说那种我有病啊。说这个是惩罚，有没有关系？我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但是我们俩没有关系啊。你挖得起不？挖得起不？咱家姑娘。不是，广州吧，我这样说的话，必须有。我有病啊。什么病？病不病的问题不是这个。真的是，这个不是病不病的问题，这个是惩罚的问题，一定要做出来。真的是。那我跟他表白嘛。跟他表白，我更心痛，知道不？我感觉。开玩笑，我心痛的问题是不是真的？那个是做个惩罚，你给他好好说一下。那我出视频跟他说嘛。不行不行。你现在现实打个电话的话，特别高兴。不是这样的话不行，他旁边有很多人。没事，哎，扎巴，我怕他生气了。不会生气的，明天跟我们做惩罚的可以解释呀。他也是玩 PK 的，我知道呀，比你懂得多个。吓得早的你妈了操！再打的话关机了是吧？快点做，快点做，发誓快点做。看着会生气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没事没事，从今天开始看着多更开心，生什么气？真的。除了扎巴的父母，其他我都不在意。这样说的话，看着特别高兴，发誓。我广州吧的，你让我做其他都我走，走。我的鸡巴，咱家姑娘，你是一个老直播，不是，这样好意思说吗？这样好意思说吗？你不是新直播呀？他在那边做个事情，我知道他在那边办事情。办事情不关我的事，办事情他自己的事，不关我一毛钱的关系没有。你给他做惩罚，打个电话好好说一下，真的。对不起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不起死人。马里狗，主要是扎巴我们两个。说什么扎巴？你们两个说快点给他打个电话发誓。真的我不起死人，你给我上。肯定说呀，我这边有2000多个人发誓，现在。真的，2000多个人面前你不做惩罚的话，那就看你吧，真的。当扎巴了，我气死个人，我不敢打。气死就只能就说这个话呀，没有很多说的没有呀。那我说其他的可以吗？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扎巴，我想你了。不行。我去找你。不行。他在国洛那边。快点，我的起步，快上了3000多个人发誓。你太喜欢扎巴了不了，是你干。
里面看出来了，对呀、你们两个爱情那么好的话，可以接受呀，没事，发生没事，那个是惩罚吗？我们两个，公主爸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没有爱情，我们俩不是情侣关系。那可以接受呀，可以接受呀。先做个惩罚好不好？我这边有3000多个人一直看着，真的，这样不做惩罚的话不好，发誓不好。不是这个对我来说很难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对这一个，对你来说的话，你是一个老直播，不做惩罚的话肯定不行嘛，真的。妈这个打完了，我天天做个这个，我天天在这了，我不喜欢你。扎巴诺布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追我，我也不想追你。我们两个不认识之前，港吃八点我们两个的感情很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港吃八点我们两个生活好好过一下，你就不打扰我，好不好？扎巴萝卜，拜拜。就说这个好就可以了。发誓他就不同意，同不同意都无所谓，真的。那我给他发消息吧。打我的气不，咱家姑娘，哎，不用浪费时间。妈的，公主爸的，求你了，你让我做个其他的。但你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说。我挖得起，我走了我挖不起，我挖得起。我的气的话说，打电话打，不用浪。我跟中巴萝卜打。跟扎巴萝卜打的跟中巴萝卜有什么关系啊？疯了吗？快点！我跟中巴萝卜打。不行，我跟晨晨打，走。但你不做惩罚，我做了，发誓做了。公主爸的。快点打！我们俩的感情，你这样就走了吗？发誓不行，我知道你们两个的感情很好，所以我就生气了。心里有鬼，心里没鬼。不是，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啊！我怎么跟扎巴老说？本来就没有关系。快点打，那个是惩罚，哎呀，你做不到惩罚。啊！快点打！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下好不好？如果咱家姑娘惩罚做到位的话，这边有3000多个人，此时此刻的咱家姑娘点点关注下，真的。你和林秋打死我不认识。港吃八点没有关注的。哎呀，港吃八点给没问题。我的好。我直播间400多人，港吃八点没有声音了。但这个人，我家这把萝卜就听这个人。当然我不想接那个惩罚了。港吃八点没有声音了。喂，说。喂，我拉晨晨，可以吗？发誓不行，哎，慢慢的继续。不行。晨晨，感谢我的学艺。啊，他这个是什么原因 ？demo 兄弟。阿哥，我这边准备演出了，吵得很，你去上映联动阿哥。对。好呀，干嘛了？拜拜。拜。啥意思？那个女的，发誓疯了吗？感谢我的学哥榜音，谢谢。来了这么多的消息，他断播了吗？咱家姑娘，我们等他啊，兄弟们，等他。3000多次，我直接封号了。他直接这样说来说去，肯定要断播呀！他快点做个惩罚呀，求你了。我的主播点点关注下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谢谢你们。没有关注的主播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没有关注的主播关注下，300多个人，这里点点关注下。他回来的时候让他做个惩罚，兄弟，惩罚一定要做好，真的不然的话不行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下，谢谢你们300多个人，我很长时间正常没有直播，今天晚上的那个我们固定的人气还可以，真的可以，所以就是这里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此时此刻的帮我录个关注下，兄弟们。大哥您好，是老师在哪里？在成都啊，马路在成都。点点关注，感谢我的开心姑娘，谢谢。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我封号了，又封号了，他断播2次了，发誓不知道为什么。断播我也断播，但是快点。妈的，当我妹妹不接电话，发誓不接，俺电话叫什么的。
啊？他不给我电话。你不做惩罚是吧？我不是，我其他都可以做，反正我刚刚打了个电话，我知道他没有，真的我不方便说那些。你理解一下嘛，你也是个主播。什么理解？那你做不了的话，我们两个惩罚定的时候你不信，为什么不说？那我打电话了呀。凡是不行，你给他好好打一下。啊，求你了，但晨晨去哪里了？这个求不求的问题不是你，好好做个惩罚，这么多人看着。他们为了这个惩罚想看，所以就给我刷票的，知道不？对不起，但你的那些票我等一下给你刷过去，可以吗？不用了，你给他做个惩罚呀。不是，我跟他真的打不了，不方便。人家旁边有女朋友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他女朋友没有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你给他明天可以解释，真的。哪怕或者他老婆也行，他女朋友也行。万一明天生气的话，可以解释明天。你不是女朋友吗？公主爸的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什么都可以。那个我真的有点不方便，发誓不方便。太不好了，走了，玩不起，发誓走了。我真的不是玩不起，真的玩得起。你让我算了，那妈的跟那些女的你妈了总，玩不起了，兄弟们，玩不起。点关注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点关注下，感谢你们，200多个的所有的兄弟们，点关注做一波。我们的大哥们上了差不多500-600样子票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兄弟们。有条件的大哥大姐们，一人帮忙刷一个人气票，可以吗？刷一个人气票，我这边刷一下嘛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欢迎相信自己，大哥，250多个人，感谢卓玛，感谢我们的南巴大吉，感谢我们的永战哥，感谢我们的永红哥，感谢137楼，没有点关注的主播点关注下好吗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对，兄弟们，就这样，真的这样的好，再感觉好的很，兄弟们，真的感觉好，200多个人，谢谢你们。欢迎你们到来我的直播间，点赞，兄弟们！我不记得那个女的，发是烦得很。真心男孩发的那个字，我有些不懂，大哥。直播了几百么事了。哎，惩罚不做的话，不行说了，我大哥说。我这么做，大哥对不起，我的错，公主爸的大哥对不起。那你就这样吧。明天出个作品发到你的抖音作品里面。出什么作品？就这样说。不要说打发了，其他都可以。打我的鸡巴，我给你已经很大的面子给你了，已经换了惩罚啊。在你这个也不行吗？那你说一下惩罚，先说一下。就我刚刚说的那个话说，出个作品。我不是，我俩的歌都还没发，这样说的不好吧？明天发，后天可以上周。不上周也可以给他个私信里面，我做个惩罚，这样也可以说呀。还不如打电话。家里面电话，你们不懂，不方便。那就你也好的，那我给你换一个惩罚。在这个不行，不用说啊。扎巴萝卜，我们两个是最好的兄弟，是不是说一下？是。我心里面特别喜欢港直巴的，你觉得港直巴的人怎么样？我们两个嘎肉对的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说一下，就这个话。
他再打的话，他不会接的，家人不会接啊，的。他说哎，不用那意，不用发誓，看一下他直播了没有？就这个说一下。他这个说的话，他们两个的割肉的问题是不是结果可以找出来，兄弟们？我知道你们想打听什么，我不说，真的真的找出来了。对不了一点。我们两个不是割肉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是你不用说，先做个惩罚哎。我们两个不是割肉，我们俩是闺蜜。我是她闺蜜，她是我闺蜜。我们俩认识已经2年多了。先做个惩罚哎，快点。我们俩认识2年多了。先做个惩罚，快点。啊，割肉的话肯定会公开呀。快点，他先做个惩罚。但是我妹妹，我发誓，对天发誓，我妹妹不接电话，她生气，我不敢说。把电话撕，不是已经公开了吗？撕。那你给张发老婆打电话可以吗？就一那不牛弟的是让的，看对，你妈干啥？那你给他发微信。他自己说了，还给我做个惩罚，兄弟们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你给他发微信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公主爸对我跟你表白嘛，直接。不用你给我表白用什么嘛？家人们出视频。这么丑的一个女的发誓。我丑吗？快点，做个惩罚，不做吗？家人们，当然切不是。我不是，我真的打电话的话，公主爸对你理解一下。你发誓理解一下，不方便，我私下跟你说嘛，打电话。不用理解。为什么不方便？你这个是这么挖不起的一个女的，我今天不是其他多我可以挖，但是我给他打电话真的不方便。打个电话没事的。哎，你们不懂。Zero 的就惩罚到你求妈妈做这做人。对，我错了。什么意思？不行的话，那你接这个惩罚干嘛？你疯了吗？对，我疯了。过去好好道歉，我的粉丝们，发誓。好。边道歉，我的粉丝们，边骂扎巴萝卜，知道不你？骂扎巴萝卜。发誓要骂。怎么骂？扎巴萝卜听着骂，好，我骂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跟着我，我也不会跟着你。说10遍。我心里只有刚直8点。先听。他这个嘴巴里面不要吃，哎。好，念。我心里只有刚直8点。从今天开始，扎巴萝卜，我们两个各走各的路。好。说10遍。我很抱歉，公主饭店的粉丝们，还有大哥大姐们，从今天开始什么？我不喜欢扎巴萝卜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。扎巴萝卜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扎巴萝卜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很不喜欢你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不要笑，就说10遍，发誓就这样，不要笑。这不就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。我家人们找一下666，1000多个人，快点找一下666，拜托了，666找一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喜欢扎巴萝卜，公主饭店。666找一下历史直播找一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喜欢扎巴萝卜，公主饭店。但挖不起，发誓挖不起，算了。不是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喜欢扎巴萝卜，我喜欢公主饭店。
从今天开始我不喜欢扎巴萝卜那么丑，长相没有，身材没有，真的，这唱歌声音我不要你，你不用追我，我也不会追你的。说。你不要我也不会追你的。听到了没有，扎巴萝卜？说。听到了没有，扎巴萝卜？你有没有在我直播间里？绝对在。他讲就可以吧，知道吗？以后不用我，滚！谢谢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。没事，开玩笑的。扎巴萝卜，我们两个是朋友，兄弟们，所以我就给他发这个惩罚。扎巴萝卜，我们两个是朋友，所以我就给他发这个惩罚，兄弟们，没事。扎巴萝卜，我们两个不是熟悉的话，我就这样惩罚发的话，有点不好意思吧，对不对？好的。